离尽死，100年嘛会当。有人问我，古意罗马字偌久会当通行？我讲，若是要替换汉字，定着500年以后。这是一个较准确的看法，因为依据先生讲，干那100年就会用得。有智慧先生捌讲过，着爱1000年，100年嘛会当。就看咱的拍拼编册、办报纸、翻译3000多年的古册，翻译世界的名作，出版愈济，通行就愈紧。在我无别的办法。若是毋拍拼呢？500年后，中国嘛爱改用拼音文字的，迄是自然会演变的代志。亲像甲骨文、钟鼎文，豆仔变做即卖的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共款。毋过，迄款自然的演变，甲有意识的改革比起来，是讲较会创甲歪高试带一术仔。世间的万物拢是够改变的，一个民族的语言甲文字尤其够变。你无要伊变，伊嘛会变，这是大原则。咱人会达到保守的所在，就是知影某物代志要变，就大先斗一寡有意识的变。100年嘛会当，这就叫做先天后天赋话。天道要变进前，就大先来变，阁袂怀过天意。500年后，中国嘛爱改用拼音文字的，这就叫做后天后放天时。伫天道改变了后，就对咧起做。这个拢是易经内底的话。